台灣係一座島，一座孕育自由、包容多元、交融豐富文化嘅瑰麗之島。僑胞如同一顆顆散落海外嘅珍珠，而僑務委員會作為海外台灣人嘅橋樑，串聯全球僑社，推動教育深耕、厚植經貿實力，讓民主深化與全球合作嘅理念落實，積極響應政府重大政策，與全球僑胞攜手並進，強化台灣經濟韌性。我哋與時俱進，建立多元資訊傳遞平台，打造精準服務僑胞嘅 I 僑卡，越過航程距離，照顧海外僑胞。我哋重視崛起嘅青年世代，鼓勵僑青參與台灣事務，連結海外產官學界。同時，我哋亦培植僑界中堅人才，促進海外在地僑社橫向交流。具台灣特色嘅正體華語文係僑青及主流人士認識台灣嘅重要門窗，協助海外僑校強健培育生源體系，提供優質多語嘅華語文教材，更以傳承文化嘅心投入師資培育，從語言擴展到文化，再名為世界嘅銀河中，激盪出美食與在地情懷嘅絢麗火花，讓僑胞感受嚟自台灣令人悸動嘅風采與熱情。我哋延續一份跨越世代嘅扶植動能，落實攬才、育才、留才，讓台灣成為全球學子嘅理想之地。同時，僑務委員會透過就業博覽會、企業說明會及結合各部會鬆綁法規，鼓勵僑生留台工作。海外僑台商企業更係台灣全球競爭力提升嘅關鍵角色，將台灣精神與台灣價值帶回各僑居地，組織成綿密又團結嘅網絡，成為台灣企業走向世界嘅引路人。表彰並感謝珍貴嘅台灣之光，亦持續為海內外經貿合作注入活力。僑委會與僑胞攜手發揮守護嘅力量，成立急難救助協會，喺國人或僑胞遭遇急難時，匯聚溫暖，伸出援手。僑胞以智慧與熱情力挺台灣，跨越國界發聲，持續喺各領域綻放影響力。僑務委員會為僑胞拓展世界嘅海洋，亦築起堅定不移嘅港灣。台灣，我哋嘅家一直都在。歡迎回家。